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台南市西门路五惠街边的建案工地，昨下晡地基是熊熊放起，原本派吊车要去救，结果煞规台车拢冰车，透暝拢在处理，等到今仔日半暝2点多，西门路总算是恢复通车。台南市府嘛下令建商所有建案拢要暂时停工。 透早6点多要上班的民众，经过台南市中西区西门路，已经恢复双边的通车。这个路口目前当咧起大楼，不过3月初6下晡，敢若是因为咧做连续壁的工程，附近的路面塌落，利用吊车咧吊的时，又搁发生冰车的意外，规个下伫咧路面。 经过透暝抢救，目前吊杆已经刷走，事故地点也已经吞落地。初步判断，问题敢若就是因为连续壁。因为它现在地下室都还没开发，是纯粹在连续壁的施工阶段。其实我们连续壁施工它在开发过程就是靠稳定力，稳定力去支撑这个土壤，让它不至于造成崩塌。所以稳定力品质其实跟开发它会有绝对的关系，所以还是要等施工单位提供相关资料。 因为牵涉公共安全，工地虽停工，事故现场周围的五惠街西门路设11个监测点，3点钟监测1摆。目前徛街起气的指数要伫安全范围内，也那土坑的部分是由南马空车接力灌浆补强地基。建商3月初7早起也出面解说，向大众会示的，已经请专业技师了解原因，意外影响到附近的民众，也会全力负责处理。有很多可能性，我们等调查出来以后。 再跟各位报告，我们昨天晚上就已经逐户在拜访，我们也表达我们负责的态度，就是如果住户有任何的问题，我们一定是负责到底。然后这个周边的房屋经过检测，目前都在安全值内。那未来呢，我们也将这个启动在建设建筑工地的部分，要启动这个第三方公正客观的第三方来做认证。那 来作为将来对于公地管理的政府机构的一个标准。台南市工务局也针对建设公司所有的建案，3月初7开始配合土木技术工会做基地安全监测，等待市政府勘查核准了后，才会当复工。根据统计，有5个建案全部暂时停工。原本带队去到日本参加展览的市长黄伟哲，已经提早坐飞行机回国，赶返台南处理。后手市政府也会依法甲建设公司追究相关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